咱国内这中小学最近这几档这老师是真欠，尤其是自然科的领域。教育部伫顶礼拜开会的时阵呢，就有公开来表示讲，按算伫115学年度开始，要予一寡有经验的人会当入来到中小学来做技术教师。这互全教总是批评，而且强烈反对，呼吁教育部都爱斟酌想看卖。原地流失，话水阁无来，中小学这几年面临老师欠人的情形，教育部提出配套。除了公费专班，开各种学士后教育学分班，嘛有针对半导体 AI 相关产业，捌食过无共头路，了后才想要来教册社会人士。规划有春秋聘用的管道，按算115年度开始推动，让学校可以去思考，能够引进这样的实务教师，我们叫他专业及技术教师，那他可以透过一些管道在适当的审核之下进入职场。有业界经验的人会当去中小学做专业甲技术教师。全教总批评这伤过老草，因为培养一个老师到大起的讲台，要经过5个关卡，有春秋来聘用，免收学分，免考试，免实习。这个举动，未输是宣布教师专业培育的制度无存在。懂还有会教，这是2件事情。因为我们高中以下的学生，我们的老师的角色不只是教学，还有包括育人的部分哦。全教总指出，专业甲技术教师早就有啊，明文规定伫咧技术型的高中或者是专门的学程，而且有人数的限制。教育部袂当用特定的例去普及化，而且上基本的原因是安怎有甲4成有教师证的老师无愿意来教册。虽然这几年公教有调薪，但是它的调薪我们不断的在呼吁，根本赶不上物价水准，根本赶不上民间的薪资啊，导致费、钟点费多年都没有调整了。你没有去改变这个，我相信更多的弹性、更多的策略都没办法去根本解决。甲重点放伫咧提升诱因，互有教师证的老师会当来教册，而且改善教育的环境。全教总认为讲，这才是上根本的方法。呼吁教育部停止增加这个错误的方案。针对这点，教育部伫咧一个进前拢也无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